台中有一个驾驶叫做陈瑞莹，进前啉酒开车弄死2个骑士。讲伊啉酒开车毋但一届咯，而且佫共呛讲无钱赔偿，是引发着社会大众的愤慨。即摆法务部拍算要来修法，若是酒测达超过0.75毫克，佫来弄死人者，要用杀人罪来判刑。 我的宝贝儿子，我这一个儿子，你为什么要出来害人啊？爸爸哭啊，真伤心。一个后生叫啉酒开车弄死，吊水驾驶陈瑞莹是一个累犯。这款的悲剧一再发生。我没能想到我的儿子好好的变成这样，我的心有多痛。家属的痛心也是化袂清，酒醉开车的执迷不悟。啉酒了后，经常看到起酒痟、骂人、拍人。台湾的啉酒开车的案件是一件过一件，只是也是有人抓袂惊、发袂惊。即摆法务部有想法，可能要修法来重罚酒醉驾车肇事者。这酒测者若超过0.75毫克，又或是酒后驾驶肇事致死，可能以杀人罪来追究责任。因为根据警察大学教授蔡中志的研究，酒精浓度达到0.75毫克，会产生明显的酒醉状态，肇事率是比一般人高25倍。不过法务部表示，目前只是口头商讨期间，是不是修法也阁需要开会讨论，听取各方的意见了后，才会决定。